1989年嘅時候，我應該係23歲。23歲嘅時候咧，就啱做完學生會嘅會長咧，就正式接任學聯嘅秘書長。我好記得，因為我3月31號咧先至滿呢個任期啊，好似啲財政預算案咁，所以咧就學聯原本咧係2月咧就係要正式咧係上莊，咁啊等埋我，就埋我咧就係正式咧去即係接任呢個學聯秘書長。今時同往日咧都係差唔多，就當年冇乜人有興趣參與呢個學生運動啦，已經開始。我記得我入呢個大專院校讀書嘅時候咧，已經係講緊學運嘅低潮，咁所以咧就冇競爭嘅，就唔好似而家咁啊，即係選區議員啊、選立法會議員咧，大家爭光頭，學生會啲位置有冇人做，咁所以咧就大家等埋我先去做咁樣。咁4月我正式上任，就剛剛我記得學聯咧就開完呢個週年會員大會，就當陣時都仲有科大啦，咁就嗰陣時我哋叫做9大大專院校，就包括港大啦、中大啦、理工啦、浸會啦、嶺南啦，同埋4間師範學院咧，就係其中嘅成員。樹人嗰陣時候咧，仲未咧加入成為學聯嘅成員。咁啊4月，我記得胡耀邦一逝世，其實就差唔多係我即係上任嘅日子，就唔夠幾日咧，就係我哋已經決定咧，就直接上北京咧係參與呢一場嘅民主運動。我係第一個，亦都係第一團咧，直接上去呢一個嘅北京嘅。咁亦都一陣間有位我嘅同志咧，就係叫李蘭菊，當年係小姐啦，今日就已經係女士啦。咁咧就我記得係同佢一齊上去嘅。咁咧就我係第一團。咁而其後咧陸陸續續咧學聯咧都有好多嘅聲援啦，或者支援內地嘅民運嘅一啲嘅團。係上去咧，係支持咧內地嘅北京學生運動，或者係咧整個當陣時全球都關注、震驚全世界嘅一個民主運動。咁當然對於我個人嚟講，即係參與其中當然係一件即係一個好重要嘅經歷啦，係咪？我曾經講過好多次俾好多人聽，我話如果冇呢一場運動咧，我一定唔會繼續從事政治嘅工作。就我記得我嗰年係 final year 嚟嘅，咁就其實我係冇考到嗰時，最後好似過咗2年之後，即係收拾少少心情嘅先翻嚟，咁啊剔埋幾科啦咁樣，考埋啦，攞埋嗰幾個 credits 畢業啦。但係當年我哋係冇咁樣嘅心情去做呢樣嘢。我自己當陣時嘅理解就係，即係同我一齊參與呢場運動嘅人，都有啲係俾人拉坐監，啲人死咗。咁有冇張證書有冇學位對我嚟講有咩咁重要嘅地方喺度？有咩咁重要性咧？咁呢個第一樣。第二咧就係唔好彩呢樣嘢啦，但係好彩咧，其實6·4當日咧我就唔喺北京天安門現場。但係任何一個曾經喺北京天安門現場嘅我嘅同學咧，其實我諗佢呢一生人對佢咧都係一個非常之大嘅陰影，包括一陣間。同大家喺視像對話裏邊嘅李蘭菊小姐，李蘭菊小姐，我記得喺6·4 20週年嘅時候，今年23週年咧，即係3年前。每一次呢啲咁樣嘅5啊、10啊、15咧，都會好多人咧請我去咧講呢啲嘅6·4嘅。但係其實我係咁多個呢啲咁樣嘅公開嘅演説，最講得唔好嘅呢個地方，即係最講得唔好就係呢個題目。因為又唔知由邊度講起，直至我準備咗份稿1、2、3、4、5，咁我跟住我講，其實我都講到亂晒大龍。啱咁巧咧，李蘭菊就喺美國翻嚟香港。我嗰陣時候應該係大概有10個 invitations， 咁我就剩翻7個。我仲話菊啊，呢個問題我講得唔係幾好，不如你幫我講講啦，因為話晒你都喺6·4現場。咁啊，李蘭菊咧就每一次咧，其實都係講唔上下嘅內容。由幾個故事，由坦克車入天安門廣場啊，佢遇到啲乜嘢人啊？有啲人最後尾佢離開北京翻香港嘅時候，究竟點同佢講嗰啲內容？咁佢講咗一幕，呢一幕咧就係佢喺天安門廣場裏邊有一個哥哥同埋一個細路仔，咁啊哥哥就唔見咗，就捉住佢，就叫李蘭菊，就你幫我揾翻我哥哥翻嚟啦。咁佢就攬住佢喺度喊。咁
咁啊，李仁谷就話得，我會幫你揾翻去。但係點知咧，嗰個細路仔咧，最後咧其實都係衝咗去咧，自己去揾嗰個哥哥。咁啊，李仁谷就話俾我聽，或者話係俾所有公眾聽，佢話其實我最後都唔知道呢個細路仔咧，最後尾揾到佢哥哥。嘅結尾就係話，我都唔知呢個細路仔最後揾唔揾翻呢個哥哥。咁20週年啱啱我哋成班學聯當年曾經參與嘅朋友咧，就好多已經係滿面胡鬚啊，或者係已經光晒頭嘅。咁間骨咧就要紅葉咧就嚟香港，就係當年參與過學生運動嘅，但係同我哋喺銅鑼灣珠城酒樓咧就擺咗幾圍。咁開始咧就呢一段嘅對話咧，大家有啲即係啱傾開。咁我另外一位嘅當年嘅同事就同我李蘭谷講佢話嚇，你講個細路仔死咗啦，我記到。咁跟住李蘭谷嗰晚嘅凌晨10點零1點鐘打俾我，佢話嚇，我同你去講呢個細路仔總講咗唔知6次定7次，乜原來佢死咗，咁點算？我唔識答佢，可以點算啊？我哋放低佢啦，你一日就翻香港。因為佢永遠都係將呢一段嘅歷史喺佢人生裏面最重要嘅經驗啦。嗰陣時候應該佢大我少少嘅24、25歲咁上下，即係青春少艾嘅女士咧，小姐咧就一路將呢一個嘅感覺咧帶回到去今日，甚至乎，因為我記得我哋民主書院本來係第一個嘅講座喺中文大學嘅時候咧，就想揾佢，咁最後咧佢都係推咗，佢話我未整理好我嘅情緒。咁啊，獅子問我係你 ready 未？我從來都 ready 嘅，不過我每一次都講得唔好嘅內容都，因為我唔知由邊度開始講起。咁我由呢一度咧就引申出咧，就係當年我喺4月23號咧就係到一個北京天安門廣場。呢次係我都第一次，都係最後一次去北京。我記得我一落飛機之後就搭的士，就唔係去北京飯店，因為當年我哋通常都住喺北京飯店，即係算係最豪華一間，就係天安門廣場啦。嚟到好遠喺天安門廣場停車嘅，就唔係好似而家咁，你好喺個好近嘅地方，好遠嘅地方停車。因為點解太多人？當日咧就係胡耀邦嘅追悼會，就係咧呢一個嘅有3個大學嘅學生咧跪咗喺天安門廣場嘅面前咧，要求咧趙紫陽對話，要求咧就係呢一個嘅李鵬出嚟。咩叫萬人空巷？乜嘢叫做咧係波瀾壯闊咧？就係嗰個場面睇。因為我從來喺香港，我哋最多咪當年尤其是添啦，係嘛？即係未有8萬人大遊行，未有50萬人大遊行之前咧，我哋都係幾百幾千人嘅啫嘛，唔係好似而家想象之中，即係都好隨意就可以咁多人參與。我記得嗰一幕，我更加記得嘅另外一幕就係我哋喺期間，我哋不斷去嗰啲大學嘅學生會嗰度咧，同佢哋講。了解下中國嘅情況啦，睇下乜嘢可以即係援助咧？點解中國會因為一個領導人嘅逝世而導致到市民大眾或者當時內地嘅人民係會覺得貪污啊、官倒呢啲問題咧？開始唔單止係需要有言論自由嘅空間，亦都需要有呢個政治嘅改革。我26號翻香港，4月26號。上一次我就係4月26號咧，就喺嶺南大學咧。亦都係講相類似嘅題目。最後一次喺北京嗰一幕就係咧，所有嘅香港嘅內地嘅大學生咧，就啱啱見我哋，就係主要嗰啲北京高校嘅自治學生組織嘅學生領袖，喺一間北京師範大學嘅校園嘅某一個會議室裏邊。嗰陣時候因為已經有4月6嘅社論，所以咧佢哋好緊張。寫入去會俾人拉，我哋需要有白色恐怖，但係我哋從來即使嗰日都好，我哋冇諗過最後會係出現咧6四天安門發生嘅事。今日可能大家都覺得我諗你睇同我睇918事變啊、128事變其實冇乜特別大嘅分別，因為呢一段只係段歷史，我冇曾經經歷過。但係對於我哋一啲曾經參與過同經歷過嘅人嚟講咧，重回呢一個嘅現場咧，其實係一個好痛苦嘅經歷嚟。唔係好似我哋阿爺啊、我阿婆啊自然嘅死亡，而係佢係人為地咧製造呢個死亡。而呢一個亦都喺中國嘅民主運動嘅歷史裏邊咧係最重要嘅一頁，亦都係未來中國共產黨咧究竟個興衰咧點樣去評價呢段歷史咧
係最關鍵嘅一個因素。其後香港嘅學聯可以話咧係越嚟越參與得犀利。佢哋學生絕食嘅時候，我哋有派代表團上去，亦都係中文大學林耀強係其中我哋一個代表。當陣時佢喺中文大學讀書，就幫我哋帶咗10幾萬港紙上去咧支援佢哋，亦都帶咗我哋啲學生會嘅組織嘅一啲嘅文獻咧，希望嗰啲學生自組織能夠真正日後咧自治，唔係受到共產控制、共產黨控制嘅學生組織。再後期就係呢一個嘅佢哋靜坐絕食喺天安門廣場一片混亂嘅時候，我哋有啲同學就參與咗呢個學聯旅遊嘅旅行團，因為嗰陣時係升滿學運啊，咁啊叫每一個參與嘅香港市民，包括啲同學啦嚇，就每人帶一個帳幕上去，所以大家都會睇到一啲片段，就係當喺5月19號中國政府宣布戒嚴之後，成個天安門廣場見到好靚嘅帳幕，就係香港人帶上去，亦都係香港學聯咧帶上去。最後就係屠城結束咗呢個故事啦。就有2個指控嘅對香港當年嘅即係參與，主要嘅咧都係我哋嘅參與係咪令到呢個運動呢一個即係無法之逆轉嘅一個嘅趨向咧咁樣。因為個前提就係、你面對一個強權嘅時候，即使你有一個運動，去好似其他西歐甚至乎全世界發展中嘅國家嘅人民咁，要求呢個政府嘅改革嘅時候，你都要俾啲路、俾啲空間佢走。嗱，呢啲係當陣時咧過咗8、9民運冇幾耐，已經有人開始咁樣去即係討論嘅問題。我哋香港學聯當年曾經有2個好重要嘅決定，唔好計支聯會拎啲錢上去啦，我哋都有拎啦。其實係影響到成個運動嗰個嘅發展，亦都對於我哋呢一代人嚟講咧一個即係永遠都唔能夠磨滅嘅一個記憶嘅歷史。包括第一，我第一次上去北京天安門嗰陣時候，我曾經喺啲內部嘅討論裏邊向啲內地嘅學生提出，其實你可以考慮去絕食㗎。但係對於我哋嚟講，絕食就係一件好簡單嘅事啫，最多咪24小時啊、48小時啊，或者50小時啊咁樣，係咪？地鐵加價5.4%咪54小時咯，咁樣嘛。香港冇一國兩制咪50小時，但我絕對冇諗過，原來佢哋聽完你呢個建議之後咧，就諗住咧係無限期絕食，甚至乎咧係絕水。咁我哋嬌生慣養係咪？即係我哋養尊處優嘛，我哋嗰個只係一個 show 嚟嘅。第二個好重要嘅決定咧，係當年內地嘅學生，剛才我都提過，就係呢啲帳幕。有人當陣時咁嘅指控，當然我最後都認為呢個唔係我哋嘅責任，亦都唔係我嘅責任，就係、你本來啲學生要離開天安門廣場，因為點解咧？嗰度即係夜晚黑咧就好凍，我唔知你哋有冇去到北京啦，我都係後尾聽人講嘅啫。有冇去過北京啊？夏天咧就好熱㗎喎，喺個5、6月嘅情況裏邊，咁咧夜晚黑咧都刮好大個風沙嘅。咁咧如果你冇呢帳幕嘅話，你香港人唔係將嗰百幾人嗰一團去北京嗰啲帳幕嘅話咧，其實係唔會咧令到啲學生繼續堅守喺廣場裏邊，因為佢哋唔會繼續堅守喺廣場裏邊，所以中共中央。包括佢哋嘅軍委就唔會用呢個方法，要硬闖呢個天安門廣場，攞翻呢一個嘅戰略嘅陣地，成個運動嘅中心。呢個亦都係即係我哋曾經參與過，即係不斷去即係反省同埋覺得係咪應該有更加另外一個選擇咧？不過死者已矣，即係個運動已經過去咗，我哋嘅運動嘅邏輯，我哋嘅方向唔能夠話係由我哋個人意志轉移。即使我唔做呢樣嘢，佢都一樣可以做第二樣嘢，係嘛？佢繼續去校園守護啲學生都可以。不過我諗對於我哋呢一代人，呢一個歷史係令到我哋對個政府係好唔信任嘅地方。因為一個和平嘅運動，我哋覺得呢個係對中國未來嘅發展係一個希望有曙光嘅一個運動，係俾機會你中共去改革嘅一個契機。你輕輕地放棄咗。喺政治上有啲人會咁樣推論嘅，佢話如果唔係有6·4天安門嘅責任，中國政府唔會咁決心
係搞改革，經濟上面嘅改革開放，所以咧就帶嚟唔到今日嗰個嘅繁榮成果。但係你要問，我哋中國人嘅溫飽係咪透過屠殺自己嘅人民去交換得嚟？係咪代表如果你當日唔去鎮壓、唔去屠城，你選擇用一個開明嘅方法同人哋對話，就唔會有跟住落嚟嘅經濟發展呢？咁所以即使係過咗去23年，我記得程翔有一次喺個講座裏邊，我請佢一個嚟講六四咧，佢一句説話係好清楚嘅。佢話咧，中國咧，你揾唔到咩良心嘅，中國嘅良心就係香港。能夠體現中國嘅良心就係香港，因為我哋仲有自由嘅空間可以講，我哋仲有自由嘅空間咧可以表達我哋嘅聲音。我哋更加有自由嘅聲音咧，係將23年前嘅一段血嘅歷史、血嘅運動咧，係能夠重現喺今時今日大家面前。正如好似當年我哋讀書嘅時候講呢一個嘅918、128事件、776溝渠事件一樣。雖然我哋冇現場睇過，我哋冇經歷過。但係你比我哋更加係清醒，知道其實自己未經歷過，可能係一個幸運。我諗我今日已經係咁多場嘅講座裏邊咧，講得最流暢嘅一次嘅。咁我暫停喺呢個位置先。好。我有啲問題要問嘅。頭先咧，其實如果有聽阿陶君講咧，佢主要都係講緊喺北京嘅嗰個情況。咁但係咧，其實咧，即係我相信大家對六四都有一定嘅認知啦，即係包括係喺 YouTube 又好、睇書又好、睇報紙都好。其實六四呢段歷史當中所發生嘅事情，例如因為胡耀邦逝世啊，引發嘅反官倒、反貪污，跟住然後繼而咧就4月6社論，我相信大家係有一定嘅認知嘅。咁但係咧，我覺得咧，或者我所接觸嘅大部分朋友咧，對於香港當年喺我哋香港呢一個地方所發動嘅聲援行動咧，其實咧大家可能未必好知得好多，亦都理解唔到當其時發生咩事咁樣。咁我講兩句先。琴日咧，其實我哋都有一場就喺教院，咁咧阿陳清華即係其中一個咧喺6四天安門嘅時候係喺現場嘅一個歷史見證人咧，就即係阿土嘅戰友啦嚇咁樣。咁佢就講就話佢因為斷斷續續去北京啦，但係佢都有喺香港。佢話咧，佢哋當其時咧，聲援呢個民運係持續咗成差唔多2個月啊嘛。不過佢哋咧係開下會嘅時候，突然之間可能係可以收到任何嘅消息，就刺激起嚟就我哋快啲攞布自己寫 banner，然後就行出去遊行㗎啦，即係即興到好似你去睇約人睇戲咁樣嘅，約人睇戲都未必咁即興嘅。但係佢哋即係當其時嗰個氣氛就係香港好多嘅人，即係尤其學生啦，但係其他階層嘅人咧都係會支持嘅。因為咧有一次咧就我有個中大嘅師兄咁樣嚇，因為我讀中大，咁有個師兄咧就好多年前就講起咧就話，嗰陣去示威咧，中大即係喺4月到6月期間嘅示威咧，好麻煩嘅，因為中大好遠。咁咧佢哋咧就幾百人啊，或者幾廿人咧就排住隊喺即係有冇去過中大啊？中大有個即係正門4條柱，唔係火車站嗰度，係山上面嗰度。咁喺度等的士。咁啊話説咧就等緊的士嘅時候咧，一架的士嚟到啦。咁啊佢同個的士司機講話，我要去新華社。新華社就即係而家灣仔嗰度，定銅鑼灣嗰度應該係，即係銅鑼灣灣仔嗰帶啦。馬會對面咯。係啊，馬會。即係而家變咗好似係咪 Metropolitan Hotel？係嗰度。咁咧就個司機知道佢哋去示威嘅，即係知道啲學生去示威咁樣。咁然後就即刻 call 台，佢話：呢度咧有好多學生要過海啊咁樣，快啲嗌啲車嚟啦咁樣。咁啊，如是者咧就成即嗰啲司機咧，你都知道喎，佢哋其實係咧唔收錢，收一半。嗱有冇俾足我唔知啦，但係我聽過咁多個講法都係基本上係冇收，即係嗰啲車係等住你嚟啊！我唔做生意啦，得我送你去遊行示威啦咁樣，即係嗰陣時嗰個氣氛係咁激動。咁我覺得阿土可以喺呢度作多少少嘅補充。咁我咧就搞一搞個 Skype，跟住我哋陣間就可以同你講嗰邊先。我嗰陣時包括埋另外嗰個省港大學都可以講埋。好啊。嗰陣時候我都搭咗無數程嘅免費的士㗎，咁就當啲的士司機哥哥認得我係當年嘅何耀比
秘書長嘅時候咧，就多數會收錢。而當陣時香港人嘅參與咧，其實最初唔係喺成立支聯會之前咧，主要係香港嘅大學生嘅參與。阿獅子冇引述錯嘅，就係嗰陣時候咧，就係會打電話去個的士嘅台度，就俾佢聽咧，我哋邊一個間大學咧，就係啲學生咧要去中聯辦，即係以前咧就叫新華社啦，就係抗議嘅時候咧，的士咧就會係排晒大隊咧，係等緊你啲學生咧去抗議咁樣。咁亦都有另外一個咧，就係我記得喺5月19號，當咧係中國政府5月17號咧宣布咗戒嚴之後，咁嗰陣時候咧就未係支聯會，就叫民促會，就有一個嘅原定咗已經喺維多利亞公園咧出發行去呢個新華社嘅遊行，就好似喺朝頭早嚟，我唔記得咗係嗰晚17號嗰晚決定啦，定係18號嗰晚決定，我唔係好記得。我記得我翻咗我屋企，我嗰陣時住喺彩虹村，我翻屋企，因為晚晚都係通宵啦，咁所以咧就沖完涼之後咧就準備搭地鐵去維多利亞公園。嗰陣時咧就係8號風球，咁啊8號風球，大家 supposedly 都唔會有幾多人係搭地鐵嘅，係咪？咁我記得我搭地鐵由彩虹村去銅鑼灣，係全架車都有人嘅，8號風球，全部咧都係着緊黑衫咧，就係去呢一個嘅維多利亞公園咧，準備參加嗰個8號風球嘅情況之下嘅遊行。我記得嗰個遊行我哋完全睇唔到咧，係前邊咧即係黃晒，因為落緊雨啊嘛，擔遮都冇意思嘅，8號風球就全部都着住雨衣咁啊行去呢一個嘅新華社，而就係當日中國政府係宣布咗戒嚴，宣布咗咧坦克車咧開始要準備入城嘅階段。咁所以咧，其實香港人嗰個參與咧分開兩個階段。第一就係5月19、20號到咧，就係香港嘅支聯會正式成立。前一個階段咧，基本上就主要咧就係我哋香港嘅大學生當時嘅參與。市民咧就可以簡單嚟講就叫 onlookers 喺啲旁觀者，就作為一個聲援。我哋嘅參與包括咩咧？係不斷發動呢啲咁嘅大遊行。喺5月19號之前咧，學聯咧係破咗幾個紀錄嘅。就第一就係5·4嘅集會喺呢個遮打花園，嗰陣時候咧就有3000人，就已經破紀錄㗎啦，已經係。跟住咧5月17號咧，我哋有個大遊行，就又喺維園行去中聯辦，即係舊時嘅新華社喺皇后大道中近馬會嗰度，係700-8千人，就係已經破紀錄㗎。即如果你咁樣計條數咧，確實係嘅，因為點解咧？當年我哋嘅大學生，就算我頭先講嗰9間院校加埋都係大概3萬人到咯，3萬人到啫嘛。即係話我哋淨係出嚟遊行嗰陣係考緊試，你知道啦，嗰陣係即係4、5月嘅時間，係有1/3嘅我哋嘅大學生咧已經撲咗出嚟嘅啦，而嗰個嘅參與，直至到支聯會8萬人大遊行、150萬人大遊行，甚至咩打倒李鵬嘅集會。其實我哋每一日都喺度動員緊。我記得我嗰陣時候做學聯嘅時候咧，基本上大部分嘅時間就喺學聯旺角嘅會所度瞓覺。亦都唔知道咧，就係起身就開會，開完會咧就係可能係要整橫額或者係做動員嘅工作，就冇乜點停過嗰2個月。我由5·4嘅集會到我哋跟住北京學生喺香港嗰度絕食，喺以前嘅新華社門口絕食，到我哋5月17號大遊行，再加入咗支聯會，再不斷派啲同學上去即係北京。呢個直情咧，其實咧。你話好長又唔好長，但係確實咧亦都唔係好短嘅時間。我哋最後決定將個運動中心5月尾嘅時候，我哋話不如咁啦，唔好淨係集中喺北京，因為點解咧？當時我一個同學佢就寫一份建議書，即係所謂 proposal 啦，就話你唔可以將個運動淨係集中喺北京嘅，否則咧，如果你一鎮壓嘅時候咧，就會出事㗎啦。陣間咧，因為我背住個熒幕啊，陣間如果見到後邊有人應我咧。或者有人打嚟咧，記住睇題目，你可以繼續踩入手咁。所以咧，我哋就去過廣州咧一個省港澳大遊行。其實呢條橋咧就係抄1921年係嘛，就叫省港澳大罷工。咁啊，其實澳門就未聯絡嘅，廣州冇聯絡嘅，不過開記者招待會先咁樣，佢話叫省港澳大遊行。咁呢個亦都係我哋其中一個建立咗喺後期，除咗北京以外咧，另外一個即係所謂嘅據點，就係話。即係運動嘅中心，因為我哋唔可以集中喺北京，否則咧鎮壓咗之後咧就好快咧就消亡。但係我哋時間唔夠，因為我哋5月尾嘅時候先醒覺到呢個問題。
我記得當日咧，我哋唔知點解冇選擇搭直通車，嗰陣時已經有直通車㗎啦香港。咁咧就喺深圳轉呢一個嘅巴士轉呢個火車咧去廣州。第一幕咧我就記得，因為我食煙㗎嘛，咁啊梗係行開食口煙先啦咁樣。見到樓上嗰啲屋頂啊，即係嗰陣好矮嘅喎，就有幾個着綠衫嗰啲，唔知係即係我哋叫海關啦，可能係即係公安啦咁樣。哇咁快嚟嘅喂，揼住我哋啊！原來唔係佢哋同我哋揮手，支持你香港人咁樣，支持內地嘅北京學生咁樣。好啦，咁上咗火車，你知啦，如果你喺深圳搭唔係直通車，就起碼都幾個鐘頭咁，即係要翻呢個廣州。一落車，架車都未停定，其實係行緊嘅。咁咧就已經有個 announcement， 有個宣佈，香港學聯嘅同學請你哋咧喺停咗車之後咧留步。哇！咁快拉，都係啱到嘅啫喎。咁原來唔係，就好似咧香港嗰啲警察咁啊，當年嗰啲警察咧，今年而家都差啲㗎啦。就係咧有支嗰啲好似領導人嚟咧，咁樣拉住旗咧就歡迎香港學聯嘅同咧到呢個廣州咧抗議咁樣。咁跟住咧，我記得一落火車咧就即刻行。咁你知啦，我哋廣州都係人生路不熟㗎啦，雖然都去過1、2次之前係嘛。一開始咧就已經行。原來係全個廣州咧，都係等緊香港人同埋澳門人咧去呢個遊行嘅，因為聽到我哋喺個新聞裏邊講啊嘛，香港電台喺商台度講。咁呢個亦都係咧，我哋即係喺其中裏邊咧有啲嘅所謂得意，亦都係值得同大家分享嘅就係、是，當陣時你唔單止淨係北京，其實喺全個中國其他地方都有好多人咧係即係支援內地嘅民運。而我記得當日咧都唔知幾時完嗰個遊行，因為原來咧佢係一個圍圈。對香港人嚟講，我哋有終點㗎嘛，係嘛？係咪？你喺喺維園集合車遊行咧，你嘅終點就係政府總部。我記得嗰日咧，從來唔知道幾時完嘅，一路兜咗個圈。咁周圍都係人。咁我記得嗰陣時候，廣州仲有啲矮嘅咧，即係2、3層嗰啲咧，你樓。咁啲人全部喺度即係揮手，咁你唔停得㗎嘛？咁你唔知幾時完係嘛？我記得我哋有一個肥仔，前嗰2場我都有揾佢講，哇，幾時完啊？要食嘢喎，大佬咁樣，咁食啲嘢先都唔得。咁佢話唔緊要，都係食嘢先。咁食完嘢之後繼續行。咁唔知行到夜晚10點幾11點，我記得。咁我幾點行到11點啊？我都唔記得咗啦。總之係應該係上晝喺紅磡火車站集合。咁你就算你搞個鐘12點鐘5去到即係深圳，再搭3、4個鐘頭火車。咁當有少少 delay 啦，又要等火車，咁你咪最好5、6點到廣州係嘛？咁啊好似行到夜晚10點零11點咁上下啦。咁但係我哋翻所謂酒店咧，其實都應該係繼續行緊嘅。根據我所知就係啲人喺度。哦，即係翻到去都仲行緊。係啊，翻到去都仲喺度行緊。我記得我哋就喺個酒店嗰個門前，即係你知道嗰啲 lobby 啦，前面有啲停車位，全部係香港學生，就係坐晒喺嗰個大堂嗰度。其實全部都未有房嘅。因為點解你今日講，就聽日去省港澳大遊行，咁你其實廣州又唔知唔知啲人同你一齊遊行，係咪？澳門亦都冇人 call，因為就聽日去啦咁樣。咁啊，大家更加唔會係即係book 定酒店啦，嗰旅行社咩？咁啊，個個喺度等緊，即係入呢個酒店咁樣。咁就李蘭菊都有同我一齊去呢一個嘅省港澳大遊行。佢話要2分鐘啊，頭先我打電話俾你。咁就我幫佢即係拉下步先咁樣。咁所以我哋唔單止喺香港咧，就係即係不斷動員啦。其實喺內地啦，我哋除咗喺北京之外咧，我哋都喺廣州咧，我哋都有呢個參與。咁就所以我諗對於我哋曾經經歷過呢件事嚟講咧，呢個世界所有好多嘢都唔係太重要嘅，係嘛？我覺得有啲人喺度成日喺度講笑就係香港男士得2樣嘢嘅，即係錢同埋女士嘅啫。咁如果你曾經經歷過呢一個嘅8、9民運嘅話，即係有嘅自然好啦，我哋都冇乜所謂嗰種。咁所以呢個亦都係我即係個人一個好重要嘅經歷咯。我諗到李蘭菊係嘛？